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伫今仔节目当中，要介绍是环保局吼，咱要讲的主题是碳揭露。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国际碳揭露组织针对全国850个城市的碳揭露状况来进行评比，台南市获得了 A 等级的成绩，全世界只有105个城市获得 A 等级的认可。这是台南之光，也是台湾之光。低碳城市一直是台南市的施政重点，尤其是碳减量以及空气品质管理，还有阳光电城的计划。碳减量的目标让人均温室气体量由2010年的14公吨降到2018年的11公吨，下降了20%，并且回到2005年基准的年排放量。空品管理则是整合18个跨局处，推动亮丽晴空计划，在108年蓝天比率77%创历年新高，红害的日数则创下历年新低。统计到108年底，台南的太阳能光电设施容量高达1360百万瓦，可提供超过48万户的家庭用电，吸引投资金额高达951亿元。预计到111年，也就是后年年底，将达到2 GW， 也就是2100万瓦。未来台南市将以绿电为基础，持续完善能源政策，打造低碳永续大台南。咱知影吼，这气候变迁呢，伫上个世纪开始的一直影响到吼咱的这个地球吼，对着咱人类的这个影响吼，而且伤害非常的大吼。所以呢，这节能减碳即嘛已经变成是国际语言咯吼。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为着要来落实这节能减碳吼的这个行动啦吼，嘛要甲咱的国际来接轨吼，已经安尼默默耕耘真侪冬吼。那么伫今年啦吼，应该是去年吼，咱得到这国际级吼碳揭露的这个计划的 A 级城市哦，这是一个足大的数咯。因为这全世界拢做850个这个城市吼，咱会当吼伫这个当中摕到 A 级吼，这是无简单啦吼。那么显示讲吼，咱台南市政府吼要因应这种吼这个节能减碳吼，咱有加具体而且嘛真好的这个成绩吼，来呈现给咱的这个民众吼。那么什么叫做碳揭露？我咧想，咱的乡亲朋友甲我相像吼，有一点吼疑问毋是讲吼介熟悉啦吼。那么咱今日特别邀请到专家吼，嘛是咱台南市环保局局长吼谢世杰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吼，咱这个碳揭露吼，伊的这个得奖的这个过程吼，甲咱分享因的心情，而且呢嘛，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吼，咱碳揭露的一寡吼，这个工作内容即嘛咱先邀请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局长你好。主持人，甲咱台南向前行，所有的乡亲大家好。是，拄我一开始就讲讲这碳揭露吼，你来讲，咱即嘛咧讲什么节能减碳，大家听拢有啦吼。不过碳揭露好像我们很陌生对对对，是毋是哦？今仔日透过咱今仔的这个节目的机会哦，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其实碳揭露这个物件吼，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它针对这个气候变迁，希望能够在投资上面做一些风险预测。所以想早是咱包括像瑞士银行啦、汇丰银行啊这些比较有很大的投资机构，这块呢，因为去做投资的时阵呢，要做一个评估。评估什么呢？评估讲，这个要投资这个项目呢，是不是后盖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呢？这么风险啦。有什么风险？可比讲，伊的产业链会中断了未？也是讲这个城市有扣这个碳税啊，这个碳交易这所以呢，开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揭露的做评估啦，对，把这个碳的这个数据呢，会当呈现出来，呈现出来呢，因为去做风险的评估，所以呢，一个开始是这个企业在做的，但是后来呢，一寡城市嘛，就是讲，这个碳揭露有些需要，因为地方政府针对这个气候变迁呢，伊嘛有一寡隐隐的做法，所以呢 ，CDP 这个组织呢，为了也纳入了这些
政府的组织是啊，当然以城市为主，所以现主是呢，投入的参加这个计划的国家差不多850个国家，是啊，这些企业呢有8500个企业，就是讲这些企业要投资之前都会做评估，啊，当然伫城市来讲呢，就是会在做一寡环保啊、甲气候变迁的参考，所以这是一个等于讲针对这个碳这个揭露。这个数据要做一个整个环境评估的组织。是，啊，拄仔咱有讲啊，讲这国际语言嘛，吼，所以这不是看咱官方啊，吼，民间啊，企业大家拢吼爱共同动起来哈，所以吼，这每一个层次哈，每一个这个阶层哈，拢爱连贯起来，啊，无咱他官方在做，咱民众唔做，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到哈，那好的这个行政，事倍功半。对，啊，所以吼，咱民间企业啊，搁有咱政府吼，大家做会动起来，这个效率会更快啦。我知影咱局长吼，其实伫还未合并升格进前，咱考田在时代，吼，伊嘛是真优秀的这个环保局长，然后行政秘书长嘛吼，所以吼，伫迄个当中，其实他就有很好的表现啦吼。那么这个咱市长黄伟哲咧，佮改。聘请倒来吼，就是看到以前吼，遮尔优秀的表现，袂使互这个人吼轻松吼，袂使放互伊去遐吼经营，爱互伊搁较大吼，搁较重大的这个责任啦吼。那么我知影吼，咱过去其实吼对咱局长来讲，过去咱环保局的一寡业务你也很熟悉啊吼。啊，咱过去哦，咱市政府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成绩也一直都很好哈。然后比如讲吼，咱的这个节能减碳啊哈啊，伫咱台南市吼，咱得到南区吼的低碳示范城市的这第一名。哎，这个不是要让你。这个线呐，哈，就是说，总是你们的成绩嘛，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OK， 我延续拄则讲的这个，全世界参加这个 CDP 的组织有120个国家，850个城市，那得到 A 级的有105个，等于讲差不多前面10%到13%的城市可以得到这个 A 级，台南区得到 A 级的，它分4级 A、B、C、D， 所以让你前段班的第一名，对，算是优等啊，很优质的。那其实这个部分要归功于呢，之前我们就有想要做一个低碳的这样一个规划，所以这是延续。对，所以我们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就是县市合并了后呢，那因为其实那段时间不管是台南市啊，或台南关，然后在合并之前，其实财政状况都没盖好，刚好那个时候环保署有推出一个就是有关做低碳示范的这样一个计划，那北中南东要选4个城市，那当时因为台南之前在环境的相关议题呢，都做到都没败，所以环保署呢也因为那里包括那里资源回收啊，还有一些绿能的等等的规划，他觉得说，台南市也在做这个喜欢的城市，所以呢，我也在选做台南市做咱南区的一个节能减碳的示范城市来。那么就是讲吼，咱之前的耕耘呐，哈，这也不是讲一天突然间吼冒出来，吼，咱之前一定有耕耘吼，因为这碳这是环境，吼，这是循环的，无可能讲吼，那像讲吼，我们突然间吼让它冒出来，它就会冒出来吼，就是讲咱平常时都有耕耘呐。就这方面，我咧想，迄个时阵咱局长吼，伫这方面一定会花了很多心力啊。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那个过程？其实这一段时间哈，那就长期以来就是针对我们现在针对这个节能减碳这一块的话，其实一开始我们是针对这个资源回收也许讲说资源回收跟碳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减掉了一些垃圾，就是讲慢慢再生的对，那甚至于呢，我们资源回收物拿起来之后呢，咱的垃圾量就较少，垃圾量较少了，去烧的会分数就较少，烧的二氧化碳就少，烧的分数较少的时，你排碳量就相对降低，诸如此类呢，咱就是一步一卡去经营，和咱的这个减碳的绩效能够越来越好。所以咱想早就是咱每一个人每年的排碳量呢，我们是从100年开始就逐年的降低，到现在已经降低了30%左右的排碳量。对，所以吼，咱一当的减啦哈，而且呢，咱官方吼有时候是做一个示范呐哈，民众有时候他们不是不愿意啦，只不过就是讲没有一个追寻的这个方向啦哈，咱
政府做一个标准出来，还是讲做一个领头羊然后呢，民众慢慢的，其实咱家己拢感受会到啦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说爱做环保啦无咱以后这个地球可能无法度搁大落去啦无法度搁生存落去，那么这危害到咱的健康危害到咱的生命那么在这个当中，我知影讲咱互民众参与的我们让民众参与的很多，有一种叫做什么参与式的这个预算这专有名词，有的些民众我们都听不懂这个所谓的参与式的这个预算，就是讲，咱较早咧做什么计划，还是讲做环保的工作，拢是由上到下。所谓由上到下来讲，你著政府定好的规矩，你著照做，安尼就对啊。但是安尼呢，有当政府咧规划的时阵，可能甲实际面，无法度去完全的密合。对，所以呢，后来渐渐的，就咱的公民意识抬头，就是讲，民众要参与这公共事务的时候，他总要有一个方法，一个出口。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渐渐的调整一下，希望是由下而上。咱估一个例就讲，咱社区想要做环保的工作，无论是要资源回收也好，还是讲要绿美化也好，这种环保的工作呢，伊有伊的想法。咱社区的想法，反正你若由上而下，讲政府的规定，你要做什么，迄反正不是要爱。但是呢，反过来由下而上，社区内底呢，伊讲伊要做资源回收，要做绿美化，而且要做太阳能，甚至它可以做小型太阳能。这块呢，他们发想之后呢，那我们再去做评估，看伊想的这个方式，伫这个社区内底，还是讲这个所在呢，会当做袂当做，那认为会当做，咱就甲接纳，那审查了讲，符合什么款的这个节能减碳的效益，那我们用经费去补助它，让它去好好执行它。这个由下而上的参与式预算。其实咱政府所有的政策，拢是希望讲民众会当配合嘛但是呢，咱有当时咱想的可能像拄咱局长讲的有当时咱甲民间有可能会有脱节啦那么伫民间家己去发想，伊家己去想出一个政策出来，还是讲想就一寡标准那么因会更较认真去执行，较认真去做，因为我想的，我设计的，你就经费给他补助，我就认真来做。对，那么这个更贴切咱的这个民意所以咱政府咧做的代志，其实呢，拢有甲民众做一个足好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桥梁那么，如果咱讲到这个参与式的这个预算的时阵想要请教咱局长就是讲，咱敢有较具体的这个范例？咱以这个北区来讲北区来讲有一个振兴社区发展协会，因就是用利用太阳能去发电啊，或产生一些能源效益，然后做一个咖啡车，比如讲然后随时移动式，我可以都会租咖啡拢会使，这样的方式呢，在他们社区很受欢迎。另外一个大人社区呢，他做了一个利用那个灯杆，他就接收这个太阳能，那这样子的结果呢，它夜间又可以照明，所以他们那边社区就有做一个类似一个他们号称阿波罗的滚球场，比如讲日时也使拍球，暗时也使拍球，类似这样子。那正觉社区呢，它甚至做到这个绿美化，绿美化做到他们觉得，社区的民众感觉上可以赏心悦目，这里。标准来讲，由下而上，因为这些物件拢是因要爱，咱是讲审查了后，感觉这样的方式可行，咱来甲补助、该辅导，互伊做到一个成果出来，所以伊嘛乐在其中啦。其实咱一个人想一个 idea 啦，你要想看嘛，你若广泛的去100个人想100个这个 idea， 成果就很丰硕。哇，那个就是可观的而且呢，咱。台南日光充足这是大地这个上帝予咱的上介好的这个资源，上介好的这个保障那么咱好好去利用咱台南的这个日头光像拄咱局长讲的咖啡机，以前你若要载一个机器出外口，你就要去炸充电的可能你爱去炸迄个配备但是咱即马用这个方式的话，那么你就会让减少这个开销啦其实咱这个日光充足这部分我顺便一提的讲，包括这个节能减碳，甚至我们有一些光电的这个规划。以阮环保局来讲，现在是阮有12个已经，就是讲较早咧做MI场的，那已经封闭啊，我就给它种电，种电利用太阳能。现在是大概我们1年可以产生1900万度的电，1900万度没有政府，没有台电。卖给台电，当然这样子呢就可以
供给几万户的家庭用电，对啊所以这个是很可观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方式。今仔日透过咱的这个节目了后，民众了解了后，无定着这嘛是一种小确幸啊！你会当用这个方法去趁钱，袂好这。我嘛很欢迎啊，老社区有这个想法，你要做什么款的这节能减碳的措施，拢会再跟我分布。所以咱今摆拢会当，今仔日局长来到这个所在，互咱民众知影，就是讲，咱还佫会当去申请这种补助。没关系，这个部分呢，只要有人愿意做，我们都很高兴。哦，是哦，所以吼，咱今仔看到这个节目的人吼，你就是赚到啦吼，你有机会吼去发这个小财哦吼。那么咱讲到这个节能减碳啦吼，咱这温室气体的这个排放吼，当然对着咱环境的污染吼真严重啦吼。那么吼，就是讲这燃煤吼，造成咱污染以外吼，这是以排碳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凶手。吼，以元凶啦吼，那么伫这部分吼，咱市政府敢有啥物管制？讲到好的嘛，我讲到歹的呢吼，无好的吼，咱来注意哦，无去哦，迄个环保局甲咱看咯。其实吼，台南市的这方面呢，一直在努力，包括我们去年呢也参加，这边看到这个，就是在韩国有开一个国际型的一个研讨会，就针对减煤啊，这些煤炭的煤哈，把这个煤炭减少降下来这样子。那台南市呢，在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这个煤的许可呢的这个量呢是逐年在递减。我们大概从之前的2-3年前的这样的量呢，到现在呢，大概平均降了在40%，也就许可它是燃烧煤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工业用的锅炉截至去年为止，我们把444个工业用的锅炉把它停掉，因为锅炉它要燃油，也要燃煤，所以与时俱进。对，然后另外那个商业用的这个商业锅炉大概有312座，我们也把它停掉，希望说它改用比较自然能源的。咱用什么种自然能源？对，包括太阳能，也是，甚至其他的这些能源方式都可以。最主要还太阳能居多。那或者是说，等于是选择不一样的这种燃料系统，用电。或是那我们产生电也可以用电，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排碳量可以能够越来越少。那像这个这是我们去年参加韩国的一个研讨会，那韩国对我们在整个东亚地区我们的这些成绩呢，他们都觉得很表示很钦佩，这是他送我们的赠送给我们的，那只是一个很高的荣誉。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台南市在这一块一直都有努力，而且目前为止成绩也都还算不错。其实吼，咱台南市吼，对有这节能减碳还是讲环保的这个议题吼，我们其实也是走在尖端啊，走在这个卖讲全世界啦，咱从起码咱台湾来讲，那是前段班的，咱是前段班的啦吼，这个表现得非常优秀啦吼，这嘛是咱民众、咱市民做市民的这个骄傲嘛吼，因为不是看咱政府的这个努力。咱民众嘛做努力，民众嘛做配合的啦吼。那么，如果咱讲到这碳揭露吼，我在想，那么除了讲企业啦吼，咱政府民众敢会当做什么会？其实民众很重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用这个参与式的，由下而上，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你要去做太阳能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些绿美化的，或者是回收，其实最直接、最好做的，你就是最简单这种简单易做的就是什么绿美化，再来是能够去把资源回收做得更彻底，减少这些垃圾量去燃烧。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兴趣很高的，你可以做一些什么能源的开发，不管是太阳能也好，或者是这个风力，当然风力这个规模比较大，可能一般民众不容易做。类似这些，只要民众想得到的，我们都愿意来辅导。是，我咧想咧，拄啊透过咱局长来甲咱介绍啦吼，你也想看嘛，咱有遮好的成绩啊，这拢是咱市民的这个骄傲吼。除了讲是政府的骄傲以外，更较是咱市民的这个骄傲。那么咱民众，我想嘛，足希望讲吼，甲咱市政府的这个脚步吼，跟着前进啦吼。那么伫这部分吼，就讲节能减碳，还是讲垃圾的这个减量，然后资源回收啦吼。拄啊，咱局长嘛有讲啊，咱台南市一向拢做得真好啦吼。是毋是？佮今仔日透过这个机会，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一下吼，就是讲咱伫这方面，咱最近佮有啥物计划无？我简单说明就是讲，咱拄则主持人讲就讲，咱台南市民的素质，真正台南市民的素质是足好的，而且对环保的工作足配合的。我举一个例。我91年做环保局长的时阵，迄时阵咱每一个人每一间3000的粪扫，3000的粪扫呢，
差不多要1.1公斤。哦，但是现主是呢，已经一直降，刚刚即摆是每一个人每工的垃圾量是0.44公斤。哦，差很多倍呢。对，等于是减半了，减半就是现在差不多1/3而已。0.44公斤，所以这个表示咱台湾市民呢，这个数据开始就好，所以呢，燃烧的垃圾减少了，当然这个碳排放量就相对的减少。再来就是讲，咱的资源回收，咱的资源回收，咱的市民朋友呢，嘛足配合的。那所以现主是咱的资源回收的比例啦，资源回收率呢，大概55.9左右，对不对？将近56，就是讲，咱的会当回收的物件，咱才会收，会当回收到60%，但是表示啥？你这嘛表示讲，咱还有努力的空间，还有空间。所以诸如此类呢，我是希望讲，才会当做好。以这个空气的品质的部分呢，我嘛希望讲，这个能够见到蓝天的日出呢，能够增加。很主时呢，我们见到，比如以这个所谓的蓝天，就是讲，咱的污染值低于100的情形之下，那很主时咱台南市呢，差不多77%的77%的这个天数呢，拢是能够看到蓝天的，就讲空气品质很好的。但是这部分呢，嘛爱咱所有的市民朋友甲企业共同来配合，包括来讲爱有的人咧，这个啥，一寡咧燃烧的吼，要烧金纸啊，或者烧一寡在空地上乱烧东西的，这个来杂草啦，对嘿，烧草啊，有无的？啊，或者就咱的工业企业，这有一寡烧一寡工业的这些气体排放，这种希望能够去给它减量。另外，针对这个民众的部分，咱讲咧为了咧烧这金纸啊，烧，其实环保局伫去年有设一个这个净圆满的，就是讲专门红烧这个金纸，这个金纸啊，这部分呢，那咱的寺庙也好，还是咱的民众也好，有需要，拢会再提到环保局。我呢透过我们专用的烧的这个炉呢，可以把那个碳量呢，可能会减低下来。啊，无你露天燃烧，真正是硬碰碰。对啦，因为民众吼，因烧金纸总是一种信用啦。是。啊，你讲改做伙收起来，伊唔知影可以去倒烧的，有时候他心里面会有一点担心呐。你讲啊，你干嘛搞我可以甲粪扫做烧？这我也是说明嘛。很主是阮的净圆满，迄个炉啊是啥？甲粪扫分开的，就专门咧烧这金纸。所以嘛是做。尊重这个信用，啊嘛都尊重神啊，包括你的锁门呐，吼，这拢做伙在烧，所以迄个单独的，甲无甲粪扫人做伙。是，所以吼，咱的民众就会当放心啦，吼，就是讲，咱莫踮厝内底家己一个人吼，一炉啊伫遐咧烧的时阵吼，就是讲，咱个集中吼，这个环保局去做，因嘛较专业，吼。那么伫这个你讲净圆满，这个炉啊叫净圆满。伫什么所在？我是伫城西里。港迄个所在啦。因为我这的话有经过这个污染防治措施，那民众伫露天咧烧的时，没有任何防治措施，啊，碰烟啊。是啊，所以吼是共迄个方向，但是伊有分开，吼分门别类啦吼。要互新民的，咱就是伫这个所在烧，吼啊粪扫就是另外一个所在烧，所以咱对着这新民嘛是足敬重的啦吼。啊，迄个。环保局吼嘛是顺应民意啦吼。我咧想市长会阁邀请咱迄个环保局长吼，阁转来，市长一定有互你足慎重的这个任务。这个主持人这样讲，我都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吗？其实吼，现主是咱的环境哦，在以台南市来讲，大概有几个面向，我们要急迫要去处理啦。其实就讲，咱较早因为咱的焚化炉，焚化炉燃烧的这个量，我们现在因为咱现主是台南市两个焚化炉的拢足久的啊，很久了。你就城市的20多档啊，永康嘛真久的时间啊，所以现主是呢，咱三星的这个粪扫，除了家户的这个垃圾以外，还有一寡事业废弃物啊，这个量呢。远大于我们现在可以烧的这样的量，所以我很主席被处理的讲，怎么样把这个垃圾能够去减量，同时呢，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些废弃物，特别是事业废弃物。那这部分呢，我就是讲开始把在掩埋设施能够去活化，还是讲我们在针对这个焚化炉的部分呢，能不能再做强化，甚至未来需不需要盖一个更新炉的新的一个炉子，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能够有效的处理。为什么要有效处理？原因很简单，我今日无所在去回收，那这事业就迄事业废弃物呢，去产呢，
啊是去增加都乌白黑。对，安尼就变成咱环境的这个污染，污染。所以呢，这部分是我急切要去处理的部分。另外一部分的空气品质，空气品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空气品质。虽然空气看无蒙无，但是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就对来甲出去甲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报告就讲，这方面呢，我是希望讲空气品质能够见到蓝天的次数能够增加。当然，这条爱为这个减碳这个部分去做，对，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对，所以咱局长吼，就是讲，一上任哈，虽然是短短的1-2个月啦哈，1个月1个月啦哈，但是你看伊安尼侃侃而谈哦，所以伊也知影讲，伊对着咱台南市的这个环保问题哈，其实他都了若指掌啊，所以呢，很容易就顺手的上路了哈。那么咱嘛讲哈，咱台南市的这个环保哈，伫咱市长黄伟哲，啊，搁有咱局长哈，伊这么样依赖哈，咱这个局长伊的这个才华哈，伊的这个能力啦哈，相信呢，咱未来咱的台南市的这个环保会当个越来越好哈。希望是安尼，我拜托咱的所有乡亲大家来配合。是，那么吼，最后咱局长讲，有啥物话要跟咱乡亲朋友讲？我简单甲咱的乡亲报告，一个好的城市一定要有好的环境，好的环境呢，就要靠咱所有好的市民来斗配合，甲咱的环保愈做愈好，咱的生活品质就会愈来愈好。我想这是咱的目标，嘛希望讲大家共同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是，那么咱今日节目当中也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吼，咱环保局的这个环保局长谢世杰谢局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吼。碳揭露哈，以前咱可能较陌生，但是今仔咱局长甲咱介绍了啊，咱的民众呢对着这碳揭露吼，已经有一个很具体的这个了解啦哈。啊，而且咱嘛知影讲吼，咱市政府过去的这个努力哈，这个拍拼吼是甲国际接轨哈，会当是国际等级的啦哈。咱搁得到这个国际级的这个 A 级认证，这真正850个国家哈的城市哈，这是也无简单啦哈。咱嘛感谢吼，咱环保局的这个拍拼，感谢咱市长的这个拍拼，啊，咱市民吼对着咱环保局的这个脚步，我希望咱台南市的这个环保吼，会当搁一天比搁一天搁较进步，啊，一天搁比一天搁较好。今仔感谢咱局长啊，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谢谢，我们下次见，谢谢。